老师，大西德勒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讲关于精密淋巴大师的龙筋硬头根本函的目录的一个全面的解释，也是基本的解释啊。从目录的角度，当然这是一个全面的，就是一个一个去讲这个每个目录和分段和它一些个别的系统的一些细节。但是从整体这个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标题，我们在讲它里面的其中的那些标题。但是其实标题不能小看，因为呢，有很多经典和论点讲解的时候，这个标题里面有时候包含了它的精髓、真重要的内容。也就是通过这个标题，我们如果你的立根者，你有这个各方面的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理解能力的话呢，你能够掌握整体的这个要点。所以呢，这个呢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的一个方式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第三集了，这是第三集。这前面第一和第二有2次的讲解的，继续讲。而且我也再次要强调，这次我们讲解的时候，这个大家要听的、参与的都是应该要有无上密续的观点。那无上密续的观点和龙筋宁德的根本的观点是，就是不完全一致的一个概念，因为龙筋宁德里面的观点大部分都是属于无上密续，但是无上密续的观点不一定是属于里面，所以呢，我这里的最低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是，你要有一个无上密续的四观点，无论是从格鲁派的大卫的金刚，从盖居派的什么，比如说这个神乐金刚，或者这个三家派的西金刚，或者宁玛的普巴金刚，或连是其他任何的这种观点都可以。藏传佛教的4大教派。各个或者是论金刚的胶囊派的，那都一样，就只要是有4观点圆满了，那就基本上是你有这个听闻今天的讲解，这是对法的一个和传承的一个要求的尊重。OK， 你就是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放在公开的网络上，但是我们也有做一些相关的说明，再加上我们这个内文开头之后，我就特别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呢应该是从那个第2函开始在讲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第2函呢就是因为它用hong来标注了这个每一函。这个汉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藏文呢，以前这个德格的引进的背进的那种方式，一页一页的这个，不是在现在的书一样的，就是这样一起的，而且是每一页都是这样，但是里面上面有页码嘛，所以这个前面和后面就是这样，然后就是翻，然后就这样读的，还有一些。抱巾布专门就是这样抱起来，然后就是1函2函都是这样，然后这个呢就，这个叫 om， 就是第1函叫 om， 第2函叫这个函，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我们就是要看第2函，第2函，就上次已经讲完的是第1函，我记得现在是从这里开始是第2函开始了。那第2函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四部马哈嘎那个什么海鲁嘎别观点。为什么叫别观点呢？因为那个吉祥海鲁卡的观点里面当然包含了8大海鲁嘎，但是这个特别的8大海鲁卡当中有4个真实海鲁卡，还有这个普巴金刚，还有马有图明王，还有等等，就是有4个海鲁卡是个别的，有个修持，这个也是龙筋净土的精密淋巴大师的复藏的一个特点。OK， 所以他就是现在这个个别的法门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个别的内容嘛，所以而且这个个别的这个8大海鲁卡的个别的法呢，当然是来自于这
大吉祥教吉海，所以大吉祥教法的这个重吉的害就是很多的一起的这种一个形容，所以字就是来自大吉祥教集会的成就法大纲布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成就学，它这大纲呢，就是大概在讲这个成就法的大纲。这个为什么叫成就法呢？成就法一般来讲的话呢，一个仪轨的概念在上面讲过了，但是一般的仪轨不一定叫成就法。成就法的话呢，里面包含了升级次第和圆满次第的，OK，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包含在这个仪轨里面的话，这个所有的观想等等的细节，那就是一个成就法啊。然后呢，它第二个呢，就是一修成就法的大纲布局，就是一个基本的纲要说明和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说明了。然后呢，就是一修大吉祥机会这个大吉祥机会呢，这是三根本里面的龙井清德的，就是一修这个一修四部马哈嘎那个黑鲁嘎特修一年制之基，那就是这个特别，因为在上面也讲过了，所有的这些本尊的修法闭关都要有自己的一修一年的这个年修法，所以呢，这个一年这个呢就是年修法的意思了，所以它就是特修的一年。一年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年修的方式了，所以呢，这个斯布马哈嘎拉不是斯布黑鲁卡的特修，为什么叫特修呢？因为是大吉祥总集的是整个的这个总体的共同的一个修法。那这里的特修就是有点像个别特别去修，叫特修还有这龙七年的教会叫机会和自入观点意涵。所以这个呢，就是自入观点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自入观点呢，就自己入坛城，以自己透过念诵和仪轨的方式进入这个观点那个坛城。那这种呢，也是一种观点的方式，但是这个观点呢，有一个前提是你先有透过他人入坛证的观点，也就是透过上师得到了即观点之后，然后在你自己的闭关和修持的过程当中，你要自入观点了。比如说一些金刚上师，他要做观点的时候，也是要自入观点。早上他自己呢有自入观点的方式，再次受一次观点，然后下午给弟子观点。所以呢，自入观点是常见的，在四大教派的这个密法的修持当中都有自入观点。所以有些你们如果去过这个上密院呐、三教派的一些，他们也修那个不动佛的时候，也就是每个这些喇嘛都带上了这些无冠无方佛的那个冠，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金刚莲杵等等的，然后就都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自入观点的状态了。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的一起自入观点，那一个人也可以的，而且这个里面讲关于这个部分的一些有修法的方式自一修大这个大吉祥大吉祥机会，为什么叫机会呢？所有海鲁嘎的一个终极的机会，所以叫大游戏多嘛绘制一轨这个大游戏叫罗瓦千波，咱们叫。大游戏呢，就是它完全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游戏的方式，来就是就以愤怒的方式降服一切的世间的魔鬼，这个降服这个妖魔鬼怪，所以它的这是一种非常殊胜的一个事业成就的方式，所以叫大游戏。OK，这个呢，就像文殊真实密经里面讲的，就是你是大愤怒者就是大怒和大愤怒者，然后就是降服一切的愤怒然后就等等，就这种就是大游戏。那这个多玛会制是什么呢？因为藏传佛教里面每一年的藏历的12月底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出掌的这个法会，那个出掌法会都念这种多玛绘制的法。那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多玛，比含那种1-2米高那样的一个大的多玛三角形，然后呢，它就是那个时候的多玛，把观想为这种一个兵器一样，也就是要消除那个项目的这种一个方式，然后呢，用这个本尊的傲慢，然后透过这个多玛丢那个多玛的方式来就是做出掌的，所以就是这个多玛绘制啊，这个多玛不是普通多玛，它上面可能有那种愤怒的像的一些人的一些面孔，那种愤怒尊的这个面孔啊。等等等等，有各种特别的要求，有一些喇嘛可能要专门在这个1个月的时间里做出来这个多玛的。而我们这个是我的寺院的每年固定的就是藏历12月第7天的时间修那个 Godur， 他们说 Godur 就是说12月29那一天要丢，最后这个修完这个7天的法修完的时候，最后就是要这个那个丢出去的，那个是这个29号。那这个29号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了，对这个趁那个西藏怀柱的主义来讲的话呢，特别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算出来的一个元起点。所以呢，那个时候修的叫做，也是我们大吉祥集会的啊，这个很特别的。所以有八大黑罗嘎有各种各样的修法，但是刚好我们寺院修的就是这个法，所以多玛绘制的衣柜 ，OK， 这个衣柜也是净明灵巴大师自己的。这一宿大吉祥集会大游戏这咋的这个多玛绘制的这什么呢？这个他现在前面是绘制的衣柜，还有一个叫深深丁锐，就是非常锐利的，就是你这样连重要内容单独什么存放的意思 ，OK， 反正就是这个基本，所以它有一些呢，这个它有些是这样，它这个关于前面的绘制衣柜的部分的一些非常紧要重要的一些内容，有的一些特殊的特别的记录嘛，所以这个记录文也在里面了，所以这个还有 OK 就这样。因为这个呢，很多都有口诀的这个上师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圆满次第、升级次第当中，你什么样的一个观想，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就像这个整个的集体修法的时候，除了金刚上师这，还有十一金刚其他的教师之间的配合等等，这是一个大工程所以就是关于大吉祥保护慧智护论这。什么这个什么开先要义 ，OK， 这个，这是这样的，就是它护轮这个护轮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护身符的这种概念了，所以呢，它这个大吉祥的保护也有一个绘制的方法，当中除了念诵丢多玛之外，也可以大吉祥的这个本尊的这个法门的特殊的一个护身符的一个概念了。这个护身符的做法的一些细节的说明，所以叫做开心要义是这样，然后呢，龙进精听这龙进精听的还有盛大，OK， 这是有时候这个写的时候盛大加了一个盛大，但实际上也就是海鲁卡但不是海鲁卡，千脚海鲁卡，OK， 这个盛大海鲁卡确实是一个这个藏传佛教宁玛的这个。如巴嘎吉 OK， 这个八大黑鲁卡当中的其中一个叫做深大黑鲁卡，也就是功德黑鲁卡，应该是清楚用的对功德黑鲁卡。如果你们其他当中应该能看到一个叫功德黑鲁卡，功德黑鲁卡呢，就是其实是这个有根本的深就是文殊杨摩地玉呢就是这个马头苗义呢真是黑鲁卡。然后功德呢，就是盛大黑鲁嘎，那实业呢，就是普巴金刚，这是一个八大黑鲁嘎当中的前面的五尊，那后面的就是麻木实际这个就一些其他的嘛所以就是相对呢，这个最重要的出世经的坦诚的部分就是前面5个了这5个当中呢是盛大黑鲁嘎呢，它有
透过升大海的卡是专门修甘露的，所以就是这是一种甘露宫的机会，所以就是这个甘露的这个修法啊，而且它的这个坛城，因为那个我们经常藏传佛教这个上师们给的这些甘露丸啊，很多都是用这种药叫独自出曼，甘露发药啊，和一般的玛尼甘露有稍微不一样的啊。这个甘露发药的话呢，那特别是透过这种一些本尊的一个无上密系的方式修的啊，所以呢，这个和文殊甘露啊、玛尼甘露啊、这个甘露发药啊，这稍微不一样。藏文的名啊，一个叫曼德，一个叫日布啊。日本的这话一般的一些甘露丸啊，那就甘露发药的话呢，就那是秋满，那个甘露发药的修法方式了。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配方，然后弄出来之后呢，就是放在一个坛城上，这个坛城的布置细节非常有讲究。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围绕着这个坛城，那几百个喇嘛或几十个喇嘛，金刚上师一起，就是要长时间去修，修到就出现一些岩相为止啊，是这样的。实行制造发药就是甘露发药的这个笔记实行就是实际上就是实际执行嘛啊，或者这个实行这个翻译成实行，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正式进行这个过程啊，这个制造的过程。神奇此地本尊论述一个叫邓密言插图之体。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吉米灵巴大师，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如果有中文版的话呢，大家绝对是要值得学习的，这是一个实际彻底的，而且这个你当然是特别有这个龙井天的这个修法的方面的升级彻底的方法。此地的这个论述啊，他是一个论述，因为吉米灵巴大师是除了一大伏藏大师，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大学者、大诗人，所以呢，他就是这个论述当中呢，就他说这是一个密言插图，你是登密言插图的集体，所以你要登上这个插图的话呢，你不是无缘无故的，而且你要有一个次第，就是要升级次第、圆满次第。那这个升级次第、圆满次第的修法呢，你就是先要透过这个论述然后要懂得这个升级次第的真正的这个逻辑或者这个实修方法然后就这样依照持名这个激进愤怒法 OK， 那指激进火供所以这个一个火供仪轨，但是这个火供仪轨呢有它的是依照持名这个认证西藏 OK， 激进本尊和愤怒本尊，那激进本尊、愤怒本尊的法当中依照这个法就是然后就是要修，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做火供的时候，并不是说是都一些东西这个烧一烧就是火供，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火供和烟供也不一样这个我特别也讲过以前，为什么呢？烟供的话呢，自己家里可以做，可以修，简单简đơn。但是呢，火供不一样了。做火供有一个一定是金刚上师带领，所以有这个金刚上师的带领和主法，所以呢，就是它是有特别的一些要求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先要按照某一个本尊的成就法，先早上念了，然后下午修，或者这样的。所以呢，依照持名基金本或者这个愤怒的这个法。然后呢，这个当中可以有基因的，但是也可以有愤怒的火光，所以先这里有一个单独有一个愤怒愤怒不是基因火光的仪轨，它的仪轨的名称在它就是一个智慧火什么火焰什么，但智慧火焰就是这形容，就实际上烧的呢，并不是这是一个智，而且那个时候那些所烧出来的那个火焰那个火眼前的这个。坛城里面的那个火要观想为本尊，然后你再放进去丢进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贡品，其实是供应给这个坛城，用这种本尊的这个神奇之地的实修在里面的所以才是这个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些诸法上师，所以这个。而且有些我们一般有本尊的这个闭关出来的时候，也一定要做一次这个火供，而且火供也是这个事业成就的很好的方法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西增怀主的有各种事业都有火供的，所以智慧火焰这大吉祥叫鸡当中的
四事业制，你看这个下面，不，它有另一个就是四种事业的，就是西正坏柱事业的这个书生的活动啊，还有积肾，我觉得这个很好，利运球。其实这个呢，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些高僧大德圆寂之后呢，他们最后的这个插皮的这个火化的时候呢，这个火化的时候呢，就像一个佛塔一样的在中间，然后就这个里面就是用这个最后这个遗体放在这个中间去火化，但是呢，这个围绕的这个周围呢，那就是可能有四个上士啊，这四个方向，还有其中一个就是总共有5个上士，那5个上士同时进行5个火攻啊。这个有，比如说每一个团队自己的一个团队，就是说，比如说负责的团队就是有10几个喇嘛、10几个喇嘛，就这样，那就是这样一起做。那一起做的时候，而且有时候更讲究的话呢，那个中间的还有4个那个有点像门，那个就像佛塔的那个门一样。所以呢，从这个东就是比如说西的这个基金的这个火攻的，它的从东要攻，然后从南、从西、从北、从上，然后就是这样攻。所以呢，这个你用的他们的火攻有4个火攻啊，所以呢5个火攻啊，一个是这个四大事业的西火攻、正坏柱，还有肾，就是书生成就的火攻。所以这是有各种火攻的，所以这个火攻一起进行是比较大城市圆寂之后啊，那些时候会这个资源，那个时候就是会特别进行这样的所以这个比如说金刚萨埵的火攻也可以说是细的，也有书生的啊等等这个，那成就海之包什么啊这个所以呢，OK，在这里就已经写在这个里面了啊。所以呢，这个四共同体出生后宫的分别系，OK，那我这边特别做了一个注解啊。这个如果你们一般的目录里面不会有这个细节，因为呢，西正坏注的这个当然不至于这4个嘛，可能有各种系是一个很那种，就各种教派、各种法门都有系。但是呢，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刚好是龙井宁对的。那龙井宁对的西正坏珠的这个是哪一个？那这边特别说，西的部分就普巴金刚啊，正的部分是这个大吉祥黑鲁嘎，坏的部分是马土明旺哦，这个特别。咒的部分是这个我属亚摩地，书生成就的就是真实黑鲁嘎。OK，这就是精明灵巴大师的比较特别的西正坏珠书生这5个火功的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去修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就是也是火供的细节这个火供呢，如果我们大寺院呢有一些功德主器型，如果这个条件允许的话，这样做的话呢，那是非常殊胜的啊。这个我们就福德增长啊，国泰民安，就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帮助和作用嘛啊，是这样。OK，那这是当然我们在瓦纳卡宗萨仁波切传的那个就应该是第5天的观点和口传的内容了。那就是我们重点呢，就不是为了当时在现场而已，所以呢，不一定要记住这个这么清楚。这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热气的背景说明啊？所以观点的部分是当时宗萨仁波切是4部，就当天观点就是海鲁嘎之特点的观点当中，有一个叫普巴制服魔君的观点，就是普巴的法的，精密灵巴大师的这个法，那个普巴法的佛法本尊的修法的名称，法门的名称了啊，他的观点。那最后还有人不去说了，就是大悲观音苦自解脱之观点。OK，这2个都说。然后口传呢，就是这就是龙井经的法当中，那就是这个口传是我们真正这个讲述。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臭禅金刚突法个这个当时我是把它翻译成突法个，那后来我看到有些 AI 帮我翻译了一个叫灵感个这也可以啊。灵感其实也是这个突然的，就是想到的凸显的那种方式想到的，就是突发嘛。但是也是灵感个但是这是反正是一个名称了。但是一般的抽禅的部分，这是一个仪轨抽劳和长会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会功的时候，也会长短不一的，也会有抽禅。
是一个环节啊，这个成就法的后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内容。但是呢，九命零八大师写的特别殊胜，而且写的方式不一样，它不只是一个本尊的角度写，而且整个法脉传承的角度，就是有里面包含了纠正次第的这个酬劳和抽禅。所以这个如果你就是这个纠正这个抽禅、金刚、头发各或者这个灵根各学会了，其实你懂得纠正次第所有的间歇性啊，包含在里面，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特别的一个法，就这样。龙静宁的是这龙静宁的，因为我们修哪一个都是这个会功的时候要念这个图法，那个灵根各就这样，灵根各是它的不是格，这是名称 ，OK。所以是这样的，金刚灵根格，这个金刚灵根格或者金刚图法格。然后呢，嗯，这种为什么叫灵感和突发呢？它就是像那个当时精密淋巴这个灵感感应到这个一些空性、智慧空性的时候，它的这些复杂是涌现出来的，而且它不是造作的，它不是刻意的，它不是激出来的，而它是冒出来或者涌出来的。所以呢，就是应该是涌现出来的那种，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无造作和自然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法。这个所以呢就是这样啊，他根本不需要去想这件事情就出，所以呢有这样名称后面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那自龙金宁定啊，就密修大观音、大悲观音痛苦之解脱的成就法，因为大悲观音是本身就是龙金宁定的法里面的其中一个，也有它的超度，然后这个有个立子的2:1的移民的这样的一个观音，龙门掌咒就是成就法，观音自解脱。之一归是难，是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解释比较最难的地方啊，就是解释的特别，就是比较一般人看不懂的啊，就是比较更难的这些地方，它的一些秘义，特殊的一个解释叫做是难，这个是难这两个的用词本身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解释有各种方式，这是施难的方式解释，就是解释一些要点、关键的部分，所以这个叫什么下蛊之身 ，OK，也下蛊呢，就是不是蛊的意思啊，是龙身的意思了。为什么下蛊呢？在藏文诗词的时候，有些名词这样，因为夏天那个有蛊身呐，在藏地冬天不会有这个龙身，而这龙身呢，就是有个天鼓一样的一个声音了，我们就是用把它这样比喻出来，所以所以这个夏天的之声，就是说它这呢就是非常权威这样的所以呢自大观大悲观通过这几头法当中的还有观点意义，那开显自入这个它就是那个就讲自主的方法啊，就是这个讲的引导性的去讲这个自主的方式，所以自主的这个修法非常清楚，写的非常清楚完整，所以叫开显自主文。这大悲观音的痛苦这解脱法当中，圆光引导，OK，这个智者金要路这个呢就圆光这个OK，那就后面已经讲了此文内容重要这观音的甘露案修法为首这事业就是这样的。圆光呢就是圆光引导是 OK，就是圆满和光明或者圆晶的光明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引导这执行，所以它就圆光引导OK，然后主要是在这个里面讲，也是玛尼甘露的部分的做法了。因为玛尼甘露也有各种观音法，都有玛尼甘露，但是这个龙井强头也有自己的玛尼甘露的做法，所以这个修法
未熟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乌马的版本的一些实业成就的方法。这个实业技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些玛尼的可能有特殊的一个金刚界这个金刚界的加持的方法，如果在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或者它的一个护身符，或者各种的比较开光的方式，这些都是其实属于实业的因为呢这是利益众生的工具或者方法，所以就实业技所以这个实业技很多这个细节的实业技在里面的怎么去这个洒金等等开光其实都在里面了。所以这升观音的七千万亲见，这个亲见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当时金明郎把尊者在光明禅定当中可能现见了这个亲自见到了，现见了这个观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又是灵感写出来的，所以叫做亲见，名字就是叫做帕维修的偏动嘛，就是这样的，非常动听，非特别的所以这个此文是金明灵巴大师有一次在造成亲见观音的时候的特别写的，就是这样的这个特殊的七星文。这也是我的说明所以这是这个未来，就是我觉得当时参加的也好，对金明灵巴大师的发展有兴趣的这些华人弟子来讲，确实是这些是有帮助的。只要大家很认真仔细看的话，因为你们如果要看完全藏文的完整的内容，还是有点距离，有一些个别的成就法和一点点一个。应该是在中文里面，但是可能中文里面的金明灵巴大师的这个三根本的相关的发言，应该不到10%吧我猜这就是这样的有限的一个资料前提下，你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完整的这些冥想是可以说是这个我是为了你们这个大家真正对法有兴趣的和这个爱学习的这些法友而就专门讲这个细节的嘛龙金经对法这马头明王集会这成就法 ，OK， 这个马头明王也有他自己也有这个体系了本来他是吉祥海鲁卡的集会的一部分，但是马头明王他也有自己的也有体系了，所以这个法的体系的里面的这个网络是很广，所以呢，是这样，就像一个国家来比较的话呢，国家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有个叫，然后下面也有各个省府各个省的下面还有州，还有县，还有每个都有自己的可能有这个政府一些相关的一个功能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三个根本尊，然后这个一些相关的都有自己的，比如说空心也有生命空心木这个以大了这个王母等等这个一些个别嘛，所以是这样的还有外内密的这种，所以还有机密上市成就法明定印，但这个知道去年宗萨仁波切应该是去年，对，也是在这个新西兰传那个七宝藏的时候是他用明定印什么叫明定印？很多人就不知道，但是明定印就是那种上师瑜伽了上师瑜伽，也就是说这个龙金强的法里面的龙金巴大师为主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上师瑜伽，那个是金明灵巴大师的一个心法了所以它是一个机密的一个上师瑜伽。这个上师瑜伽也有外密内密，它有一个机密的，就是上师瑜伽当中最究竟的上师瑜伽的意思了所以比如说我们这龙金强的谦信后面也有这个本身就是有上师瑜伽，但是这是一个机密上师成就法，不只是一个瑜伽，就是成就法。我前面说的一样的一些圣其子的圆满之地的完整的一个上师的成就法，所以它有它的传承七千文叫加持讲的，因为每个这个修成就法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念传承七千文，这个也是这个一个必须要念的一个规定然后呢，机密上师成就法，它自己明定印，就是两个光明 OK， 这光明金刚藏持明传承上师至什么抽忏悔嘛什么空心木质这个抽忏应该是写错的吧空心木质突发科 OK， 这个抽应该是写错的酬劳的酬所以这个光明空性藏
这个我是尔都进行部持民主啊，这个金刚藏巴珠仁波切的普贤上师研究里面说，金刚藏这个是我是尔都进行部，就是其实是金刚藏，就是金刚乘的心脏，也就是大圆满。OK， 光明金刚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持民，因为八大持民等等那些持民的传承上师的一个抽禅，它的抽禅的名字叫空心木的炼根阁，也叫上面的另外一个抽禅就是叫这个金刚炼根阁，现在是空心木的炼根阁所以呢，而且这个里面的抽禅的内容是什么呢？从普贤王如来到我们的上师之间的所有的上师的都在包含在里面了，是这样的。还有这龙进行的法，上师愤怒马碰，释然成就法自然成就法。那这个就是扎波僧智，扎波僧智我们经常说这个善愤怒这个和修这也是有些呢，就是有些我们那种一些中邪其实是有的民间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障碍的时候呢，我们上师会有一些大卦的方式说，你要修扎波僧智，就是要不善这个愤怒和修的这种法，然后用这种方式做杀精等等观点都可以做，所以这个也是这样。所以他这里面说上师我们上次说过了，多居住了就是炼师，这个啥是愤怒炼师，再加上马就是马头明王，再加上碰就是大鹏金针鸟，这就是释然成就法自然成就法巴瓦 OK 拉玛扎布大冲巴瓦那是名称的然后这上是愤怒马碰自然法，然后就什么观点及年修要闻，那这当然是观点和年修，就是他要单独去修的话，这个就是年修嘛，年修一修都一样，这个上次讲过了。那个就是完全是他观想的方式持诵名号的民主方式比如说你这个吃粥的时候的这个三摩一本尊，这个智慧本尊，还有这个三摩地本尊的这些本尊各个的一些非常复杂的这种观想的细节都要讲，而且每一个本尊都有不同的自己的一些修法方式，都在念修文里面，要靠念修文去了解。你先了解念修文，再要去做这个相关的闭关了所以这个念修文是往往是很重要，个别都有念修文。这上是愤怒和马碰自然法里面这个戒消毒戒除和消毒，就是有点像戒。你有一些人呢，就是那个被什么一个一些黑发有什么的话，就是要这个戒嘛，这个戒。所以这种戒小毒龙，所以这个接触地魔所以呢修持方法地魔这是特别的一个毒龙这个是说小度龙等等，就这样。所以呢，这龙进行的来自一个基道过七星文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七星文七元文，这个七星文是可以单独念的，它有大圆满的基道过为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七元文的然后呢，就是亲近三省插图的这个各种相关中就是他透过这个，因为我们说那个金刚不是维摩诘经里面都有讲的嘛，这个要庄严佛经，佛经的这个佛果和插图，那个庄严的意思就是先要这个要身受终身，然后自己呢就是有这个这个自圆满和他圆满的这种，这个自他圆满的修法方式里面，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清净插图。那我们密法呢，就是透过一些契缘的方式、观想的方式，可以进清净和创造自己未来的国土佛土。所以呢，这个就是清净三省插图的契缘文。或者它里面其实也有包含了很多这个中阴的时候的这个认知中阴，从这个三身佛的境界，不是从这个临终中阴是这些当中，就这个解脱的方式，在下面更是主要特别讲中阴的部分，所以中阴契愿文，一海
这个中印的起源文叫译海，他讲中印译海。地域成就起源文这个地域连字周围蒙呀，这个地域成就起源文，如涅盘城。我很喜欢这个，因为从小我们也会念。上师们我们去见上师们和，尤其是我们去见一些上师圆寂之后的议题那种法题的时候，那就我们就在旁边也会念这个咒语，因为这个里面其实这个不是咒语，这个祈愿嘛，这个祈愿非常非常殊胜。它为什么叫地狱成主呢？就是它这个因为被诸佛菩萨和上师的加持，他得到了预自在的成就，所以呢，就是地势正实不虚的这种地势的止欲，所以呢，我们按照这个法器原文能够获得这个成就了，所以就是地狱成就的祈愿文，它就是南京中主娘的 OK， 如涅盘城，这是名字了啊。这龙井经的如来持名之什么悉解脱名论 OK， 吉祥幻 OK， 这个也就是它就是这个如来持名 OK， 这个持名的一个悉解脱。就是携带的解脱，就是护身符一样。但是这个一般的护身符，它是为了保护外在的一些小这个障碍，这个绘制或者排除这个障碍、阻碍障碍。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是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在的居间的解脱方的一个特别的细解脱的一个咒论。还有文物别尊消除恶趣之一归民，冲突，冲突，OK，冲突，OK，这个就我们有翻译了，因为冲突应该是另外一个文物标准书法体系的名字叫冲突，OK，因为它这个就这样冲突，所以呢，文物标准消除恶趣之一归民民庄严进度之。是民，OK，他就是轻度自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按照一个一个，你先要这个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地图一样的，所以就你一看就明白了意思了啊，就你一看就懂了，就是这样，所以不需要有很多学问啊，就简单的操作的方式非常写的非常明细，所以就是这个民庄严这个民庄严呢，在前面的这个名字了，它是一个。这个仪轨的一个庄严，就是对于仪轨有用、有帮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明书。OK，关于文书消除恶趣之详查普文。OK，这个详查就是有详细的这个补充文。所以呢，一些细节很多的这些一些操作各方面的，就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补充文。关于这个文物消除恶趣之神奇次第，基问我不知道这个揭开难对基问 OK， 这是一个写法，这个是它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说法了。再说明 OK， 那个有一个机，这个藏文的写法是基问，就是机密的机，所以就是这个基问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文。但是一个特别的文，所以叫基文也可以翻译为特文吧，也许这样。它揭开难点复数，它的名称叫做难点的束缚。难点的束缚就是有所有好像一般人无法解释的很多的这个最难的一些，它已经解开了所以这样。这龙进行这个文物百尊者本尊依轨观点依轨 ，OK， 当然是他也要有观点嘛。每一个本尊个别有观点，比如说有些上师，你看一些不是有一些学生会问这个如果你要看这个法本，一般的一个读一下看一下，就是我们也说是只要有无上密须可以。但是假设你要修一些个别本传的修法的话呢，你必须要他自己相对的这个应对的这个一个本传的观点不能说我有圣人金刚观点，我可以修龙金经对的法，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修法的时候就特别要有这个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这个观点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要不然的话呢，很多人因为是我只有一个观点，就好像全部都修，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个别的一些传承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嘛啊，所以不是这样，传承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这为什么？你看，你有龙井江这个上市这个明定印的这个观点，也不等于你有这个里面的文物百种的观点了，还是观点跟观点不一样。你有其他的文物百种的观点也，如果你用闭关的方式严格来说的话呢，也有这个观点的。但是，一般的你就稍微的参与一下这种教学啊，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是有一个相关的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但是修的时候要闭关的方式修的话，那就更严格。OK，是这样。文物拜尊者本尊的观点的依归。然后呢，16金刚天女之宫满，和这个满有可能写错的啊，这个饱满的满，这个它叫千大波这个都玄钱啊什么的，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名称。所以呢，还有文武百尊消除恶趣，都给这个16金刚铁女的一个供养的一个文。它的也就16天女，我们把这阿根、巴通、比比、杜比等等这些都包含在里面的有16个，也就是外八天女、内八天女，好像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也有什么注意就是注意你外内密，反正分的啊，就是分这个外内密，总共有16个，所以呢，就外面8个，里面4个，内的4个，有可能这样啊，或者就外的这个8个，内的8个，应该是这样。然后就是个个都有手印，就密楞巴大师在这个后面有特别这些手印的做法都有，比如说不别、杜别啊，就是本来杜别是。花嘛，我们一般说是这样，然后就精密灵活大师那个做法可能稍微是这样，所以稍微还是有跟其他普遍的不太一样的，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手印，所以这个我们也正常念。文物拜尊消除恶趣法之相关啊，这个还有它的相关啊，这个离王之仪轨，那这个就是完全是超度仪轨了，所以它的名字叫利他悲心王。还有文物拜尊的消除恶趣者相关的度之一体活化哦，不是妄之，所以妄之的一体活化的这个活葬的方法，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藏地呢，就是真正的做火葬啊、天葬啊，他们是经过很多的这种殊胜的法的依规做的啊，不是随便丢的，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不是。这个里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相关的修行和文化的概念在里面嘛，所以呢，就活化的一个方式，它的名字叫做解脱二障 ，OK，就是解脱二障，通过这个就能够断除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解脱。龙井宁的这个受教，呃，OK，这里我翻译成手脚，这就是护法的意思。但是嘎松求教这个藏文有2个用词，嘎松的话呢，手指教法手脚，那就是求教的话呢，普遍翻译就是护法，这2个都有2种翻译，2种名词，所以可以有2种翻译，但是意思也差不多一样。所以这个叫什么呢？马根兄弟。芒棍，OK，这个是我芒棍兄弟，这个我没有翻译，就是马就是麻木了啊，也就是木性的，就像一吉佛母啊他们，棍呢就是这个贡布，也就是马哈嘎拉的那个，就是贡布就护住啊，就是这样的啊，麻木和护住，但实际上是伏羲母系的这个本尊那个护法了，马是母系的，更是伏羲的，所以这个兄弟和修法的仪轨，这个仪轨呢，当然是龙井町的最特别的一个仪轨，里面就包含了马哈嘎拉、乌尊、马哈嘎拉，好像是这样，然后这个等等，OK，然后就是，我们一般呢，藏传的护法都称为马哈嘎拉，其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啊，马哈嘎拉呢就是翁波那波，就是大黑天的意思了啊，是吧？马哈嘎拉直接翻译的话，大黑天。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呢有公布抽档、公布拉登、公布就是互助啊。这个马哈嘎拉有5个马哈嘎拉，圣与义功德事业的5个马哈嘎拉。OK，然后再加上这还只是这个马哈嘎拉复习的，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护法都叫马姆啊等等。
所以这些都有他们的依归嘛，是这样。然后这守教这个芒根兄弟的这个讲这儿，兄就是讲就是哥哥弟弟妹就是弟弟妹妹，姐姐妹妹这个兄妹他们的这样的，所以呢，他的多抽这个怒OK 这个连起的怒呢，就是用有点特别的一些公平和操作方式叫怒这个叫连起嘛，就是这样。然后就抽有三权限，抽三有权限。OK，这个为什么叫三有权限？很有意思的嘛就是这个度是我们这个出场发挥的时候，不是一个地方，然后中间好像有一个人的样子，那个人的男的女的，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上师的这个常数七千问的时候也有这种度。这个度呢，就是连期当中里面有这个代表着这个事主这个修法回向的对象的那些像蜡像一样的那种书像，然后呢还有放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就是连期了那这个三有权限是什么呢？把用那个咒语观想，去把它称为一个三有所有的这种整个的一个世界就是然后出现在那里，我给你这些东西，你就要心满意足的要离开了，就是这种方式来呈现的，所以就是三有权限，就这个其实已经整个要刹那间化现为一个三有，三有就是欲界世界这个无世界的整个的世界吧，三有。OK，这手教然后芒棍兄妹的，还有叫马木空心木的动荡抽，OK，这个愤怒的衣柜这个动荡，麻木，OK，就这样。所以这还有第一个呢，就这首有护法部分的芒果兄弟里面，也就是说度的衣柜嘛，这个战斗就是战度这个是度，战度或者战凶器的这个衣柜叫知府魔君。然后呢，就是相关芒棍建制那个芒棍兄妹的战斗衣柜主事实对，因为这个三有线权限的这个连起的拜师是很复杂的，所以它有一个专门的这些记录了。你看，这些都是真的没有这些很深入学习和那个完整的资料的时候就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经常喊读题大家或者在道场里面能看到的，大概都是一个这些里面的就是变成一角不是这个。所以呢，相关的这个芒棍兄弟的战都或者战这个龙凶器的这个修法的练气的修法的修法之应该是修法衣柜之应该有可能是主弹成主是衣柜的衣柜之这个之应该是不是这个之衣柜的那个之。然后呢，就是城市等相关的位记，就是相关的一些记录的说明。龙津经的这个拉呼拉就是拉呼拉嘛，拉呼拉就是罗和罗，拉赫拉的这个也有修法的衣柜，也就是单独的大家明哲利人。还有龙津经的就拉呼拉的这个初始衣柜，初始衣柜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修了，我现在你要用就是你就是一个初始，所以说你一定要帮忙支持，一定要你出现，你要干嘛，就是这样。很猛烈赌气他就是非常，因为这个他的实力很强了，你要这个出师了断除，然后就是这个衣柜透过衣柜方式就获得他的这些帮助嘛，护法的帮助。所以呢，这样的自龙进行的吉祥长寿天目之透明观点，这个透明是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缩短一样，所以这个透明是这个本尊的透明是你直接非常确定要修的话，就有能够得到这个透明的观点，它是一种观点，但是呢，透明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命交给你了，上师交给你了，所以呢，就是他也不得不帮忙你，你也不得不修他，所以你跟他之间就像一个兄弟变成兄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叫这个长寿天目。
这个吉祥麒麟马，这个长寿天目呢，就是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也是就是后来也是这个精明灵巴大师啊，还有这个门拉里巴尊者都是这样，所以他和门拉里巴尊者也非常友好的，所以他是一个修骑马缅甸的特别的一个护法，所以呢，这个他的透明观点，列文，列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相关的一些，包含几个内容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呃，龙井宁定的护法就无常寿，这也是前面一样，但是它实际上有5个姐妹，所以叫无常寿天女姐妹这事业成就的仪轨如意树啊，事业成就它也是一个修法仪轨常轨。龙井宁定的长寿天女这秘密引法，OK，它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如意神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秘密密修的方式了。龙井宁定的长寿天女之机密的渡传法，OK，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更机密的一个文件了。然后长寿天女呢，就这招财列文，还有这个招财列文了。然后呢，这个对招财问的这个列文，就是一个比较广的、很略的略文。那个然后解密这大嘎尔天女呀，大个人桌上嘛，就是它就是无解密的其中一个，还有单独，它有能解嫁出这之在啊，就是能解嫁出之在的这个衣柜了。所以有一些家畜啊，家里的一些牛啊、羊啊，经常会就突然就死啊，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也是头痛的一个事情嘛。第一个牧民来讲的话呢，所以要针对性的有一些护法的修持方式和解决方法。这也是就是这个大个人桌上嘛，可能是他特别关那个家畜的那样的一个护法了嘛啊，所以他个5个解密当中呢，大个人桌上嘛，就大个天女。它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护法，所以精卫龙吧也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仪轨啊，这个很有意思的。续大黑天巨山全柱，OK，这个大黑天就是马哈嘎拉，实际上这个马哈就是大马，嘎拉就是天，黑大黑天就是护法啊，是这个山泉超大。全柱之臭线衣柜，这是马嘎拉的，你看其中一个。OK 呢，还有全柱善居之长袖衣柜，所以呢就这2个都是，不是超导，应该是拉登。OK，反正就是去贵公拉登，对，就是物尊大黑天当中的圣尊啊，圣的这个就是第一尊，呀，所以这里面可能已经讲完了这个阿含的内容，所以现在我们接下来就到时候要讲红含，就可能圆满了。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